大家好，又係我江東大霸王孫堅。咁今日咧係2026年嘅1月10號，日本咧就將於11日咧展開號稱全球首建嘅海底稀土採試計劃，預計喺水深4、6千米嘅深處咧開採，企圖降低對中國嘅依賴。咁日本海洋研究開發機構將會派遣深海科學鑽探船地球號前往南鳥島。呢一度咧係距離東京東南方1950公里嘅珊瑚環礁。咁呢個南鳥島咧蘊藏量咧係全球第三嘅，中國掌握全球70%嘅稀土產量啦。曾經為咗反制美國關鍵措施而限制出口。稀土咧就包括三、銫、銳等17種金屬元素，應用喺電動車、智能手機、導彈、風力發渦輪機等產業所需要嘅關鍵磁鐵，涉及工業、科技、地緣政治同經濟，屬於高度戰略性資源嚟嘅。咁呢個開發機構咧就上個月發布聲明就話過，地球號嘅任務係佢哋日本國家現在稀土產業化嘅第一步。咁咧呢個國家強調咧，以呢一個海面下深度進行試探，屬於全球首見嘅。南鳥島周圍屬於日本專屬經濟區，估計蘊藏咗1600萬噸稀土。日經新聞披露咧，呢度嘅蘊藏量位居全球第三。據報呢一啲礦藏含有製造手機同電動車必須嘅高強度磁鐵銻，以及用於雷射嘅鉻。礦藏量預計咧分別足夠使用730年同埋780年嘅。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研究員上沙貴瑞就接受咗法新社嘅訪問嗰陣講過啦，日本若果能夠持續穩定喺南鳥島周圍提取稀土，將有助確保關鍵產業嘅本土供應鏈安全無虞。對高市早苗政府而言呢，呢一個將係大幅度降低供應鏈對中國依賴嘅重要戰略資產嚟嘅。咁根據呢個開發機構指啦，喺試採取任務期間，地球號會將管線伸入水入面，確保安全喺管線前端嘅採礦機能夠抵達海床，採集富含稀土嘅泥。此次呢一個計劃咧會持續到2月14號嘅。咁講返成單嘢啦。如果如果美國佬攞咗即係攞到日本嘅銷售權嘅話咧，咁美國就會唔怕再對中國對佢嘅掣肘同鉗制咧，又會進一步下降㗎啦。